要的还是要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吼。咱来锻炼今仔日的信息，第1首303首，唱一遍就好吼。咱过来锻炼第2首622首，622首。一遍。你能用的我你错过，我归定是同样的，我情乱流离多宽容，别求看我不还见。好，来，咱线接401首。以上，咱诗歌锻炼到这，咱将时间交互咱来敬拜赞美。兄弟姐妹平安。每天我们都有不同的难题要面对，但感谢神时刻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脱离悲伤及压力。让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抬起头，称谢耶和华的名。阿们。
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敬拜是敬虔的，祷告是专注的。让我们用最谦卑的心跪在上帝面前，我们来恳求圣灵的教导。也属于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也属于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也属于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也属于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也属于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
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我相信，上帝应允拢是真的。耶稣陪伴咱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咱。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写记就永远我命来相属。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星星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去温柔的同在来看正。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以及伊相随，我要一心跟对伊。我相信，心可以会有福气，选择这上我的道路无便利。我相信。上帝因我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写记就永远我命来相属。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星星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去温柔的同在来看正。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以及伊相随，我要一心跟对伊。我相信，心可以会有福气，选择这上我的道路无便利。我相信。上帝因我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
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透过敬拜，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你。我们不再只做羔羊，我们更要成为教会中的牧羊人。愿你更新教会，转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耶和华作王，地就快乐，众海事就欢喜。蜜蜂也要黑暗行伫伊的四围，义理甲公平是伊宝座的地基。火行伫伊的面前，烧伊四围的对敌。伊的圣呐照光世界，地看去就震动。伫耶和华的面前，就是全地主的面前，这个山消融，亲像蜡；这个天显明伊的义，日邦看见伊的荣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同心做伙来唱圣诗303首，请起立。303首。主，我要学乐你，咱吟全首。主，我们学乐你，尽心尽意，我们不用力，奇妙多快
是听你真心真意，我们不用你奇妙多管理，归因更你心命。主，我真是听你真心真意，为你要做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们何塞你真心真意，我们不用你奇妙多管理，归因更你心命。主，我们何塞你真心真意，为你要做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请坐，请坐。这是咱阿头谈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流出宝血，阮得到救赎，因为你的救恩，阮的性命得到祝福。求你使用阮，成做你传福音的器皿。感谢主，你是至权的，却看顾阮每一人。人生有侪侪苦难、软弱，我未倚靠你，我会对敌受气。你双手阻挡因，你的正手也要救阮赢过一切黑暗，为阮阻挡侪侪的造谣、陷害甲攻击。求你刷开伤害我的话，医治我的伤口。主啊，阮失败的时，你无放弃阮；阮跋倒的时，你扶持阮。伫阮上需要听的时，你无离开阮，因为主你的慈爱永远甲阮同在。求你保守阮的心，赐阮智慧，加添阮力量，互阮专心追求你的心意。虽然阮无法度做到100%的完美，但是阮会当培养一粒追求你的心，互阮彼此鼓励伫教会内。阮无要讲造谣的话来陷害兄弟姊妹，阮要用公义对人，用智慧行合主旨意的方向去。恳求主亲自带领阮的牧师，伫主的供应的呼召信徒，愿意军队无轻言放弃，会当做伙行的门徒同工，帮助牧师建造教会新的生命，天开罗州教会新的眼光，带领门徒同工实行信仰、传福音建立社区，引人归主。而且以你的心意带领阮活出美好。今仔日的礼拜摆伫你的面前，求你接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信阮平安。阿门。稍息，请先开先信息后壁面刻英文28，诗篇118篇。
显着我来客兄弟大家来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会假讲，愿所有敬畏上帝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无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启示师傅气煞的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我求你，求你解救我。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开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下面圣歌队献诗，所要献的是靠主恩典、奇妙快乐的保护。
接着，咱来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101篇第1节到第8节。现着我来读，听这大家来听。我要唱主爱甲公平的歌，耶和华，我要用你唱乌老的歌。我要用智慧行伫完全的路，你要啥时到我遮？我要用完全的心行伫我的家内。写批的事，我拢毋摆伫我的面前。背道的人所做的事，我真怨恨，毋互伊念着我。冤屈的心，的确互伊离开我。一切歹，我毋捌伊。暗中诽谤伊的厝边的，我要灭伊。目睭可大个，心惊惶的人，我无容忍伊。我的目睭要看国内诚实的人，互因甲我三角大。行伫完全的路的，伊要服侍我。行诡诈的人，无得通住我的家内；讲白贼话的人，袂得通徛条伫我的目睭前。逐早起，我灭无国内的歹人，通将一切做歹的人对耶和华的城拄去。以上。有主将你的心贴定伫我心。这是请起立，咱做伙来读信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罗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着是讲道，今仔日国神牧师所要讲的道理是上帝应允。我将时间交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中秋节快乐。甲边仔人问好吼，中秋节快乐。昨月亮真水，真美丽。昨天有人看到月亮吗？这么小声哦，大家都没去赏月有没有？感谢主，昨天月亮真的是皎洁明亮，真正非常光个美丽。但是今仔日透早就落雨吼，有影响大家心情。而且伫遮祝在座兄弟姊妹中秋节快乐，嘛祝福伫线上的兄弟中秋节快乐。咱的目标慢慢是爱恢复咱的实体礼拜，伫遮牧师佮再一次甲大家邀请，咱会使尽量尽力，尽心转来实体礼拜。因为疫情到第3年的时，会当讲，你嘛去坐捷运，嘛咧坐公车。去外口食饭，对无？嘛伫外口烘肉，昨嘛是足侪人伫1楼咧烘肉，无多啦吼，一条路可能2、3号加减有啦吼。总是伫室外、室内，我想应该嘛无特别的差别啦。虽然有啥物BA 有的病毒，我想真侪国家拢早就无即个就是等于讲。你离开迄个国家没有隔离了
所以咱教会有去泰国的永联姐妹，因已经回来啊，因已经回来台湾但是去南部探亲你在台湾回来，还要隔离3天4天啊3天啊5天6天，还该去住旅社防疫旅馆住，但是你去泰国唔免你去泰国不用隔离，只要你打2剂3剂的这个疫苗。但是如果你没打疫苗，当然他就不会让你入境这是国际目前的惯例国际惯例福村的查某囝佳音嘛去美国芳龄陪伴伊入境，他们说他们也没被隔离但是回来要隔离，回来要付钱去住隔离饭店，1天2、3千块，3、4千块都有，好贵所以我们的防疫成本是很高，但是在国际上已经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防疫的规定了。不然就是说现在是 BA5，好像也没有特别去规定这样子的一个，所以期待大家回来做礼拜，只有实体礼拜你才能够感受到真实在敬拜的里面。我不是说实体礼拜没有风险，而是照你个人的身体状况我唯一能够讲的说这3年来，牧师全家每个主日一定都在这里。我跟小孩子从来没有缺席过除非交换讲台。所以我在教会目前我还没确诊我是还没有确诊的。你莫搞我拍破我唔敢规言讲给上帝，总是就是讲教会环境比较来看，无比外口较严重只要现在你再戴口罩，陌生人来戴个口罩，都还勤洗手，都还可以保持，除非他是带原者，你不小心都被他感染了但是这个方向就是要恢复实体礼拜，唔通阁有借口。你若讲无事除非你有旁边周边的人有确诊，你必须要被匡列隔离那当然也例外那其实现在很多去毛巾做牧师染疫啦，真的咱台北中的几个牧师染疫，那问他们的状况，大概就2天3天就好了那也没有说到很严重你说很苛刻是有啦总是3天2天就好表示讲大家抵抗力，还是讲有注疫苗。但是你若无注疫苗，这我唔敢保证。这是我有请教几个牧师因确诊就是被隔离3天4天然后5天7天之后然后大概他们说2、3天就好，有的甚至是没有症状那没有症状，但是验出来是2条就自己自主管理3天4天7天这样子伫遮鼓励咱用实体礼拜来努力来努力问题是最近咱的视讯咱的视讯的有一些小状况，那同工还是在努力当中。那中秋节的故事大家知道吗？大家不知道，嫦娥奔月然后还有玉兔在上面捣药，但是呢，在1969年。阿波罗11号登陆之后，第一个登陆月球人叫什么人？阿姆斯壮阿姆斯壮说：“我也没有看到嫦娥，连玉兔也没有。”所以科技的进步也在让我们的一些传说民间的传说跟一些指着月亮就会被割耳朵这种传说就不攻而破所以在中秋节之后，我们就感受到咱的天气会越凉爽。神给我们应允上帝给咱应允，不仅唔那给咱应允，佮给咱有一个约，这个约定是对亚伯拉罕来，所以对亚伯拉罕，所以对亚伯拉罕开始伊是玛利以撒，对以撒传了雅各甲以色，以色嘛无对雅各12支派到以色列到底你信耶稣的人你拢属伫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无所以的强调，咱的祝福，咱的福气嘛，同与亚伯拉罕一同领受一同领受。今日咱咧看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是
阿伯拉罕的孙。雅各是一个真特别的人，因为伊甲伊阿兄是双胞胎，是双胞胎，差了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可能半点钟嘛有可能，反正是同一日生的兄弟，所以伊足不好的，所以伊用红豆汤安那换大囝的名分。那我是甲你请教，啉的香啊红豆汤是甜的还是咸的？你讲甜的举手，无人举手哦。有人举手。你觉得是咸的人举手？都没有人举手。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你会觉得很错愕。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去菲律宾，去那个菲律宾，那就有一顿饭，我记得是吃绿豆。就绿豆，我们都是吃甜的还是咸的？甜的，对啊，绿豆冰、绿豆碰、绿豆西，你讲会到绿豆蒜嘛是甜的，但是我吃的绿豆粥是咸的。我讲原来是隔了一个巴士海峡之后，那个绿豆就是不晓得是甜的还是咸的，所以我在想说，那雅各啉的红豆汤是甜的还是咸的？唔知，无记载。总是咱讲，你是想着讲红豆汤是甜的，那无一定是对的哦。因为伫犹太人，因煮红豆汤到底是煮甜的还是煮咸的？虽然圣经无记载，总是你差一个所在都无共款。我是咧讲，咱咧读圣经的时，咱读圣经常常用咱面对的处境咧看圣经，但是连一碗红豆汤，你都唔知是甜的还是咸的。但是你若是无去到外国，还是讲无去到无共款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就好了还是不同的处境，你就知道说，到底绿豆汤是甜的还是咸的？红豆汤是甜的还是咸的？有当时咱用咱的价值观来看咱的圣经，所以讲咱有当时要跳脱一寡来看圣经，所以当雅各要去到伊的阿姑遐时，伊去一个所在倒伫遐，伫遐困，伊梦到啥物货？伊梦到上帝的使者，梦伫遐推，一个天梯，天推伫遐。起哩，搁落来，起哩落来，后来伊就甲迄人相演，演了天要光啊，迄人讲我要走，雅各就甲伊掠，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我无爱帮你走。迄个人好啊，就甲祝福，然后佮甲伊扇伊的安那大腿骨大腿，所以犹太人他们不吃大腿肉，是根据这个传统来的是经过这个传统。今日来讲，伊梦到上帝所在。迄叫做上帝家，迄个家的名叫啥？伯特利，伯特利，伯特利，这个所在有姓伯特利无？顶礼拜二去参加叶文章的妈妈的告别式，就是伫即间教会即间教会就是迄个礼拜对数礼拜对数告别礼拜的所在，迄间教会讲。因就是伯特利，所以甲教会改做那像伯特利，天空都是星星呐，天空都是星星，在那个地方，你捌看过星无？昨天只有看到月亮，可能因为光害比较少看到星星。我一生伫两个所在看过满天星，第一个是我这边的所在，我就不要去讲迄个所在我就不要去讲既痛苦又爱的地方，就是充满着很多回忆。你伫遐徛扫的时阵，哇，满天星星啊！我伫遐一年外我特别是看流星呢，看流星还拖着长长的尾巴就掉在你的眼前，掉在海面这样子我那个我到现在我到今麦永远难忘，永远难忘。行路无注意，又流星了忘了许愿了，就是我服侍第一间服侍教会后门拍开，就可以看到满天星了，看到满天星星。这个是上帝祝福啊！上帝祝福，要讲阿伯拉罕，你的雨会要亲像土地的山，地上的山，要亲像天顶的星。
那是伫雅各伊的孙，就拄着讲啊，这是上帝的所在，上帝家逼着你，上帝徛起的所在，伊去看到上帝的所在，伯特利。有的人的教会叫做伯特利教会，那我们教会不叫伯特利，那我们就不是伯特利吗？无嘛，咱家嘛是伯特利啊，我们的教会也是伯特利啊，为什么？你敢知你徛的所在一平偌济？你有算过吗？你有算过吗？这是咱的会友甲我讲的，牧师，咱的教会一平200万呢。啊，我就去真正 Google 搜寻一个中正路的地价到底偌济，一平50万。讲凊彩行啊地哦，行啊，更不是路哦，几弄几巷这样，一平要50万哦。对啊，我算算对啊，咱遮这上面德胜街，上面正和街算算，可能要100万，公告地价可能要100万起跳，但是咱无200万，我无爱卖啊。所以你就要知道，你坐在你的位置，至少是30万起跳圣哥对你那个位置至少400万600万你们都不知道你在一个200万的教会做礼拜啊。有的教会是在地下室啊，今天那个地下教会，他们只能够在地下做礼拜。有的人能够在哪里？公寓里面。那我们是独栋独院的，哇，好奇妙！你都不知道你的位置至少30-40万起跳，把你边仔看一个啦，你坐伫个金马桶的顶面，金宝座的上面在做礼拜，结果里面是空的怎么办？所以要实体礼拜是这样，你要回来1坪200万，虽然不是你的啦。虽然不是你，那一个礼拜也来感受一下，是吗？感谢主感谢主，这是人甲我提醒，牧师啊，你敢知咱教会遮尔啊，伫咧路口三角汤我得去真正甲搜寻一下中正路的地价1坪到50万起跳。愿上帝帮助咱遮嘛是上帝家，你甲边仔人讲，咱的教会是上帝家。所以伫创世纪28章记载雅各，伊特别着你人去天梯天梯的代志，伊伫遐讲这是上帝家。然后上帝讲你倒个所在，我要赐予你。伊就甲迄个石头按起来，就在上面浇油，就浇油，然后抹油这样子宣告啊，上帝真正甲迄个地赐予伊，后来讲做以色列建国的地方。后来咧。以色列又亡国了，但是在1948年，他们又复国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这个所在去互因，真做因上帝应允。所以到今仔，上帝应允有实现，有实现，有实现。这个应允，这个承诺虽然是对亚伯拉罕来，这个承诺虽然是对亚伯拉罕来，但是上帝的承诺甲赐福的起源。虽然是对亚伯拉罕来，咱属亚伯拉罕的子孙，咱同款领受这种的应允。上帝嘛，互伊另外一个互的伊是玛利，后来讲做阿拉伯人的祖先。阿拉伯人地底下有什么？有石油，有石油。我们如果咱罗州土骹若有石油，毋知偌好，也是讲有天然气，毋知偌好，但是拢无愿上帝帮助咱，以色列人开发因的头壳，比开发阿拉伯人的石油搁较深。这牧师有甲咱提醒过，有人讲过所以同款以色列、阿拉伯，其实因拢有领受到无同款的福气，无同款的福气。各位兄弟姊妹，咱是属基督，就是做阿伯拉罕的后的，照应允来成做后嗣。我们既是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照着应许来领受产业。这是加拉太书3章29节。所以上帝在咱的中间，他承诺了什么？第一，上帝甲你同在，世间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上帝时刻保护咱，咱成做阿伯拉罕的后裔。
对加勒太书安尼甲咱讲，所以伫耶稣的家谱的内面，吼，阿伯拉罕嘛是伫其中的内面，所以咱甲耶稣同做上帝的囝，嘛领受到这份的福气。今仔日的经节是一个王一登基的时候一定要读的，好，就是在大卫王他登基的时候，他都会读今天的101篇的经文，包括女王。这个特点要摆咱的在位最长久的女王伊丽莎白2世英国的女王过身去96岁，伊总共做王70年有一届伊去买物件人讲你长得好像女王哦。伊去买物件，迄个店员唔知影伊来，你长得好像女王这女王讲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嘛表示伊要走前去所以这女王伊丽莎白2世她有她的幽默所以讲当英国的国王登基的时候，一定要读101篇，因为1到4节1到4节是大卫他自己勉励自己，5到8节，第5节到第8节，伊勉励所有的政府官员，一定要做到这种的标准这种宣达。所以有2点甲大家做伙分享。第一，咱要做完全的人第二，这个完全的人是什么？就是对上帝忠心，对上帝诚实对上帝忠心，对上帝诚实。第三，忠于自己的本分，忠于你家己的本分，甲你的职分。点要把咱讲到位置、位置，不是迄个位置，不是你坐的位置啦，是你的服侍的位置，还是你工作的位置？你工作的位置、服侍的位置、你生活的位置，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拢有你的位置、你的本分。所以今日经常甲咱讲，咱爱做完全人，这完全人就是对上帝忠心，对上帝诚实。我还记得这边这边有哪些我海军陆战队的永远的那个叫永远怎样？像恁家没人做海流海军陆战队啥？永远忠诚你不是海军陆战队吗？永远忠诚，对不对？对，叫永远忠诚。所以同款的意思，你对部队，你这边迄种服从迄种无条件的服从，伫上帝国度内面，诗篇101篇就是甲咱讲，咱对上帝永远忠诚、忠心跟诚实。你甲边仔人讲，忠心诚实。我永远记得我的部队叫诚实部队，我的部队的番号叫诚实部队。这个也不是机密不会抓去关那海军陆战队就是永远忠诚我记得我的部队叫做诚实部队，就是一个爱心，一个爱心。愿上帝帮助咱代笔，互伊家己第1节到第4节，第5节到第8节，伊互伊的团队会当。但这3点就是甲咱讲伫登基的时要读的，就是咱要做完全的人。第2，这完全的人就是忠心诚实。第3，就是对家己的本分爱忠诚第2，就是上帝主爱甲公平。第1节到第2节，咱讲我要唱主爱甲公平的歌，耶和华我要你唱儿乐的歌我要唱赞美的歌。我要用智慧行伫完全的路，你要啥事到我遮？我要用完全的心行伫我的家里。我要用完全的心行伫我的家里。所以讲，伫咱的厝的内面，除了忠心诚实以外，你还阁有学了耶和华愿上帝帮助咱。这个世界甲咱讲，你看到才来相信，你看到你才来相信。但上帝甲咱讲，你只要相信，就要互你看到。所以诗篇27篇27篇13节讲，我若无信伫活人的地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上当了。我若无信伫活人的地来看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安那，
我早就行到要死去，我的胆早就无去。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咱顺境的时，咱信上帝；但是无论环境安怎，你嘛是得信上帝。所以信心是咱看袂到的时，看袂到的时，咱就专然来相信。所以信心的报酬，就是我们得见我们所相信的，咱得到咱所看见，咱得到咱所相信啊，这是奥古斯丁的。所以信心是相信咱所看袂见的，来信心互你报赏报偿你的，就是我们信我们的上帝。大卫定期开始咧即种的时，伊想着讲啊，上帝啊，你怎样管理地面上？所以上帝讲，我用慈爱甲公平，我用慈爱跟公平，我用慈爱甲公平。所以慈爱公平就会当实现即个统治的理想。所以大卫伊就讲啊，这君王爱做一个要紧的事，就是爱学上帝的性质，学上帝的特质。慈爱跟公平，所以要管理的智慧，用这个开始。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王是百姓啊，甲上帝爱彼此联合。所以公平安那，这公平是统治者已经要紧的责任。他要公平的处置啊。所以顶礼拜，咱有看到讲，使徒行传咧讲着讲，为什么这咧领食物的人，因感觉因无公平？因为这身份有差别，这身份有差别，所以就会产生无公平。台湾的政治嘛共款，你若互这个族群较少这个族群就开始吵，所以伊就爱公平。所以有原住民电视台之后，也有客家电视台，然后客家电视台之后还有那个台语电视台，就是这样子。电视就是安尼啊。好像这都是讲北京话的，没有，还有原住民电视台，就有客家电视台，还有那个说台语的电视台，所以就要这样处理嘛，所以公平甲慈爱，上帝嘛是照安尼，这是伊的性质。伊大卫嘛是安尼来求上帝，互伊安尼管理的智慧，这是政治家的智慧，嘛是对上帝来。教会嘛是共款，初代教会，即若分无公平，就会安怎？就会起纷争。所以咱教会嘛真公平啊，咱教会嘛算真公平。每一个团体一年互恁偌济？你唔知啊？就不要讲了，其实都一样，我们每个团契，教会都有一样，不然的话，那个2万，那个5万，那就不公平了啊，对不对？如果给圣歌队1万呢，你们一定会哀叫，你们抗争啊，怎么不公平？所以一样的，这个就是智慧哈。所以咱只有伫上帝面前诚实只有伫上帝面前诚实，所以上帝讲，无诚实的人要安怎？要除掉。要除掉什么人？你注意看101篇的3到5节，第一篇的第30到50，第70，伊就有讲到，圣经就有讲到讲，邪僻的事甲背道的人，顽巧的心甲一切做歹的人，暗中诽谤伊的出边的，目睭很高傲，就是讲目睭大颗啦，心内骄傲的人，了行诡诈的人，了讲谎话、讲别错话的人，这6种，这6种，拄好30到50，第70，已经甲恁扣起来。所以，咱若无伫上帝面前诚实的话，这是主要甲咱除掉。所以，这是爱警醒咱伫主的面前，咱来忠心诚实。所以上帝讲，邪僻的事甲背道的人，就莫出现伫我的目睭前。互伊念着我，顽巧的心甲一切做歹的，就离开我。一切的歹毋捌伊，暗中诽谤伊的厝边的，要灭伊。目睭苦大的，心骄傲的人，无容忍伊。了第7篇就讲行诡诈的人，无得入我的家内。行诡诈的人就不在我的家里面。
讲白话话的人袂得徛伫我的目睭前。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即六种的人是上帝眼中无欢喜的。所以，咱爱对，咱不止家己忠心诚实，咱对兄弟姊妹，咱嘛是爱忠心诚实。马太福音有甲咱讲，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你袂当怨有迄个，佮听迄个，佮对重即个，佮轻迄个，了迄句第二句，最后一句嘛是甲咱提醒。你袂当服侍上帝，佮服侍钱财。这个意思是讲，咱袂当侍奉两个主。当然，伊是甲上帝、甲钱财放做伙。伫马太福音就是第一句话讲，你袂当侍奉两个主啦。所以信心会产生出诚实。诚实的心，你只要爱有忠心。忠心就是你袂当侍奉两个上帝、两个主。所以有来人，伊来信上帝了，伊若阁去求别个上帝、别个生命，安尼主嘛袂甲伊救，因为伊的心无忠心。若捌有安尼人，你洗礼了后，你若阁有看路讲，哎呦，我阁要等去行回头路，安尼你到底要属伫倒一边？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只有对上帝、对主忠心诚实。第四，上帝的承诺会伫上诚实的人，这是第六节所甲咱讲的。所以第六节讲，我的目睭要看即个国内诚实的人，互因甲我三角大行伫完全路的，伊要来服侍我，伊要来服侍我。所以上帝是看重诚实的人，诚实的人只有会当甲王大服侍王。咱知影讲雅各捌失败过，因为雅各就会讲骗。亚伯拉罕嘛失败过，因为伊爸母做大舅。等等遮的，愿上帝帮助咱。彼得嘛3届无认主，人会伫失败中间，但是上帝嘛使用。总是人爱必须要对家己的性命，搁一届更新，更新。咱就住伫上帝的所在，服侍上帝。所以有一个法利赛人甲一个抽象的，因伫咧圣殿咧祈祷，路加福音记载讲，因两个伫遐祈祷，即个抽象的人就安那，主啊，感谢你，我袂去共恐吓，我嘛袂去共扣税，共勒索，我嘛袂惊不义的代志。我无亲像迄个抽象的，迄个税吏。我一摆每一个礼拜拢禁食2摆。我嘛是1/10，拢献1份。主啊，结果迄个抽象的，对心肝讲上帝啊，怜悯我，我是一个安怎有罪的人。我甲你讲耶稣讲，这两个人对一个人是义人，不是那个吃的义人，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义人，知道？是圣经里面说的那个义人，义的人，倒一个是义的人，就是那个诚实对先看，讲我是一个安怎有罪什么货，有罪的人。所以你伫上帝面前诚实，就是反悔、悔改、认罪。所以耶稣讲，这个人若回去厝，到底对一个是会当称义的人。所以耶稣佮甲咱讲，自高的，至高的，要互伊成做卑微，甲基那卑微的，要互伊升高。这个抽象的，这个税吏在上帝的面前的祷告，讲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主接纳伊，称伊做义人。愿咱拢有诚实的心。主就甲咱立即个约，上帝竞选伊伟大罗卜的中间，拢是爱有真有信心的人。除了信心以外，就是你的心有忠诚，有诚实忠心嘛。摩西同款，摩西竞选伊的时候，他就很诚实了。我也袂晓讲话啊，我是一个安那喙齿安那，是一个喙齿钝的人，袂晓讲话。愿上帝帮助咱，有一只高山啊，主人饲伊，哇，伊真好表演哦，这个高山啊，伊拢去马戏团表演，他是可以听得懂人话。这个主人讲，
我足忝的吼，今日表演了吼，有哪真忝，我小歇一下。啊，这吼好心蠓仔真多，这伫咧市仔嘛，市仔就知影讲台猪台肉也是卖果子吼，迄果子皮一大堆着好心蠓仔足多，啊这蠓仔好心足多吼，啊狗仔吼，你吼会记得帮我赶好心赶蠓仔吼，莫互我较好困的吼，啊主人美一个，咱等下吼结束了，咱再去后一个市仔表演，啊这高山听有人话吼好。伊就伫遐飞好神吼，啊！这好神无肯飞走，伊就走啊，伊佫飞来啊！啊了吼飞，这高山啊吼，这只狗嘛赶到真气啊！吼，愈赶愈气啊！佫一只蠓仔，一只好神来歇伫伊主人的鼻仔，啊！这高山已经长足久啊哦，伊怎摕一个头吼，怎对这只好神甲喊落啦？哇！怎喊死主人？做甲主人喊死，佫兄姊妹，哦，你爱听有主的话啊，伊是叫你赶好神，无叫你甲好神拍死。啊你说连上帝嘛甲伊拍，你说连主人嘛甲伊拍死，所以咱会当了解主人的意思吗？哦，主人讲你赶好神，哦，无叫你甲好神拍死，啊你若伤热，摕石头，为主人的鼻仔甲喊落。愿上帝帮助咱，好，愿上帝想互咱，这主人因为当伤着死啊。主人的意思是讲，互我好好啊歇困，吼，毋是甲好心拍死。咱会当了解主人的意思无？吼，咱会当了解上帝意思无？咱会当了解圣经所甲咱启示所讲的无？各位尊主做大的奴仆，愿上帝帮助咱。咱只有承诺，上帝承诺阿伯拉罕。的事嘛临到咱，只要咱忠心诚实伫上帝面前，吼，所以上帝所承诺的，袂互遐诽谤的、心骄傲的、惊诡诈、讲白贼话，因为诗篇101篇已经有甲咱真清楚的讲，哦，所以有一条诗歌，吼，常常讲，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吼，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愿主赏互咱诚做上帝奴仆。嘛有领受上帝的承诺伫咱的心中，只要上帝承诺的事，上帝一定会应允。但那亲像讲，雅各伫遐咧困，迄个石头徛起来，诚做约定。上帝讲，你徛喺这个所在，要赐福互你。到今啊，国家无去，搁重新的复国。愿上帝帮助咱做伙来想两个。咱做伙来看第6节，咱做来读来。我的目睭要看国内诚实的人，互因甲我三角大，行伫完全的路下，伊要服侍我。哦，搁读一届来。我的目睭要看国内诚实的人，互因甲我三角大，行伫完全路下，伊要服侍我。愿上帝赏互咱。其实咱的忠心非常的重要。咱若看礼拜做要紧。哦，看礼拜做要紧，看奉献做要紧。你提早到，就是表示讲，这时间非常的重要，要甲主亲近，哦，要甲做伙大家做伙三角团契的时间非常的重要。看重为主所献上的，哦，其实上帝伫咱的四周围，伊嘛会监察咱，敢毋是？哦，所以讲愿上帝赏互咱要安怎做忠心甲诚实的信徒。上帝的上帝承诺的恩典跟赐福，你得着了吗？你得着多少？哦，咱三个来祈祷。主啊，帮助阮，互阮领受你的应允，伫个应允的大声，互阮爱诚做诚实、忠心的人。互阮的祈祷常常伫摆伫你的眼前，亲像迄个抽象的。伊愿意承认家己是一个软弱有罪人，阮爱不断伫你的面前承认阮谦卑阮，才会得到主你的高升。愿上帝你帮助阮，伫阮的生命内面，阮爱忠心面对主你，阮嘛爱诚实面对主你，因为阮每一个人拢爱对主你交差跟交账。
愿上帝你成伫我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上，愿你的所承诺应允的事，伫阮的人生来祝福互阮，领受主你特别的恩典甲疼痛。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回应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现在请起立，咱因专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稳过今世曠野地，我真愿了你大管理。应手看我无犯罪，你的名流，你的名流，求你引起我，求你引起我，我命罪，我求你收拾，我心最大大希望。为条魂条叫你演出，带我过袂行天路，全能救主，全能救主，赐我快乐因保护，赐我快乐因保护，后日行到约旦路径。一面对波，太阳是地硬的主，我到橄榄顶，我就因是，我就因是，因我感谢我努力，因我感谢我努力。现在请坐，这是奉献，请接献的同工准备。现在请起立。这是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金句记载伫周报正面下骹，咱台语念一解。请，我的目睭要看国内真实的人，互因甲我三角大，行伫完全的路下，
伊要服侍我。诗篇101篇第6节。所者介绍新的朋友，以及报告。首先，我来做今仔日消息的报告。本会消息，本会审对奖学金的申请，学生出席率要到2/3以上，对8月28到9月25截止。申请的资料，请你家己来看，拢写伫咧周报遮。第二项，9月18日，伫咧下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学院的宗旨是依照圣经培养信徒伫咧职场为福音做见证。请兄弟关心来带导。第三项，9月25，伫咧9月25的礼拜中，咱要放映宜兰5节教会建堂的募款影片，邀请大家为有需要的欠缺集体以及教会代祷甲奉献。第四，各单位伫咧9月25前，要完成明年度动工的改选，改选完将名单按照书面来交予牧师。第五，9月25下晡1:30要召开中执会，请同工准备。第六，10月初2要举行教会事工的研讨会。第七，因为教会未来事工的这个拓展，社会决议要举行教会志工的训练，我们招募有意愿的对教会要外展甲服务的人群，然后意向的请干事来报名。第八是查经班，伫咧每礼拜3暗时8点，邀请兄弟大家踊跃参与。第9会议报告，兄弟请大家看。第10欢迎新的朋友，顶礼拜有一个徐玉珍姐妹敢有来？无来吼 ，OK。来，所者是团契消息。团契消息，今仔日主日礼拜煞，伫咧1楼要举行9月份的例会。第二，9月25，台语堂结束了后，伫咧1楼举行例会，嘛顺续要选明年的同工，邀请会员踊跃出席。第三，上年团契伫咧9月30到10月初1，有办退休会，地点是要去嘉义。主题是我的生命的歌，圣经出埃及记15章10。会员的费用拢写伫咧顶悬，请兄弟姊妹家己看。第二项，同心团契伫咧9月18日，礼拜结束后，伫咧1楼举行着例会，顺续要做明年度同工的选举，请会友踊跃出席。伫咧9月24，同心团契办理退休会，地点是伫咧苗栗花鹿农场。这个费用的部分内容拢写伫周报，请兄弟姊妹家己看。集体相通的部分，请兄弟姊妹同心彼此代祷。总会中会教界的消息，10月初1，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台北中会团络部举办敬改的中职训练会，邀请所有中职踊跃参加。报名是到9月18日截止。第二，10月23到24，台北中会教社部举办疫情迎往新的未来，对个人关怀事工、教会同工这个备理课程，地点是伫咧蘆洲，费用1000。大个所在是伫咧城里金站。报名的窗口顶悬无写，若要参与的，
要报名的，请这个干事来报名。以上，老师有补充。待会咱10点半在教会2楼，那个要尸骨的同工我们一起来有一个座谈就大概10点半应该可以那第二就是咱教会有去年有一批人有报名这上年的志工，咱即摆就是要针对这些志工来训练那以后这些教会的志工就成为我们教会的机动部队。但我们教会有2个特种部队，你知道吗？你们知道？不知道？第一个就是圣歌队，因为圣歌队有穿制服，他们是特种部队，因为分享喜庆都爱献歌队，对吧？这任务一定要靠您来完成。所以你们是被组成的呢。所以天使天军都在唱诗歌啊，天使跟天军部队，所以你是教会特种部队。第2个是什么部队？你知道吗？敬拜赞美。为什么？因为恁礼拜拢做头前，当然遐服侍啦，做辛苦交代啦，防疫，他们当然是在第一个最前面那第一个就是敬拜赞美，因为在礼拜开始之前。你们就先上来了，所以咱教会，所以再来就是一个机动部队，机动部队就是周间训练好，周间要做服侍，咱即摆礼拜是有商人的，咱若是要对外邀请人入来，你嘛要装备好，遮侪人来要牛会啊，嘛有人来牛会啊吧，量体温那个手酒精啊，所以你若是退休了退而不休的针对这些你在退休的生活里面，你有另外一个规划，就是来教会做志工。我知影有足侪人你伫社会的程度拢真好，你有参加社团，你有参加社区大学社区大学啦，是迄个社区协会啦，信密会。那个是你在外面，但是你在教会，你也可以付出你的心力，对外去传福音，咱的教会爱建立甲四周围的关系，这是咱第一爱做的事，爱做的事。免得咱有当时3不5时向检举，咱做后壁的工程，咱向检举呢？我们现在被检举，就好死不死，就被罚了2000多块，就好死不死，杨总兄知影好死唔死安尼，好死唔死个注死你知道吗？这个有一个过程这有一个过程这样讲就是说，明明我们申请的时间是今天，可是呢，今天施工了，可是公文既然是明天才施工，所以今天不能施工。你要施工，你就要罚钱，就这样子。他说有人检举我们，表示说我们的关系还是要去建立。所以我们的东西已经预备好，我们希望今年圣诞节的报佳音可以去跟他们的分享一下。我们都一直分享这边呢，那这边是很多拿了就不晓得跑去哪里了，我们都没有给他们，所以他们就检举我们，不晓得。我想在帮助咱这个所在带真侪雨咱的教会需要跟因建立关系，所以这个志工的训练针对因为去年有很多的名单那今年就是要一个训练，然后退休的弟兄姐妹这召集你们，这个是教会的机动部队为什么那个慈济有这些人？慈济现在就是说队伍一亿哇。你第一个看到的是慈济为什么？他很多志工因为志工是很激动的，制服一穿，那就要去现场了。花莲地震，你在新闻媒体看到就是基本上啦，但是他们很会做，很会让媒体拍到了。那第二个，大概我们长老教会的志工也会在现场，那是我们教会针对我们教会的服事，这是牧师跟大家来邀请
好，以上。尾变是401首，愿全能主上帝行这起立，咱吟全首。最后，请牧师为咱来祝祷。愿全能主上帝保守属好运无退，赐平安完全平安，坚信勇敢度万难，也把永恒主的名。享受稳定因无离，全民主上帝，接受属好因无替。咱做咱受上帝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